很远的地方，远望那淇水，这个淇是在哪里呀？这个淇水在哪里？在荷兰，在荷兰省，淇水在荷兰省。远望那淇水汪汪的岸边啊，嫩绿的竹子郁郁葱葱啊，郁郁嘛，郁郁是郁郁葱葱的意思。啊，所以文字啊，诗一般的语言，是吧？《诗经》嘛，《诗经》里面的话啊，曾子应用到《诗经》里面的话。第6句，这一句是解释最难解释，就是这三个西，三个薛，谢、薛，你看呢？色兮谢兮，贺兮薛兮，有非君子，这个要读非，有非君子，终不可学兮。终不可学习。实际呢，他这个说前面我们把那个字都解释了，他神情庄重，仪表威严，他光明磊落，品德高尚。如此一个有修养、有道德的君子的人嘛，君子就是有修养、有道德的人嘛，真是使人终身不能忘怀哈。最后一个学是遗忘、忘怀的意思嘛，是吧？遗忘、忘怀的意思，是吧？你看说的多好啊！好，第7句，20章的有一句话啊，说常乎身不素，素而能比喻诸人者，谓之有也。这个最重要的前面的一句话，说常乎身不素，这个素。术呢就是术道，术道，孔子就强调的术道。术道是什么？术就是单人旁加2个人，加两横就是人道，术道就是人道。哇，孔子一辈子强调就是术道，术道人道。儒家用1个字来概括就是人嘛，单人旁加2横，儒人嘛。道家用1个字来概括就是道，是吧？孔子一辈子研究推广他的主张就是推广术道，就是推广人道。人，孔子的学生就问老师：“老师啊，什么叫人呢？”孔子说：“爱人，仁者爱人。”孔子学生还不懂，老师爱什么人呢？孔子提出爱一切人。你看。所以我就讲，现在提出和谐世界，和谐世界哪个最早提出来的？我们中国人，是吧？西方3个东西讲来讲去啊，他都来教训我们，一个是博爱，一个是民主，第3个是人权。他们怎么有资格教我们呢？我们2000多年，孔老夫子就提出爱一切人，爱一切人是不是博爱？啊？孔子一辈子就研究爱一切人，他教所有的学生就是一条爱一切人。和我们佛教的是不是一样啊？佛教的宗旨爱众生，就是一切为了众生啊，要忘我嘛。儒释道是通的，是一个东西，中心的东西，要爱所有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做善事，佛教做善事。我们孔子讲要修身，要帮助所有的人，不是一样吗？是吧？你看，所以用现在的话来翻译，如果自己心中没有积藏儒道，没有积藏人道，而去开导别人讲究人道，开导别人讲究人道，那是从来没有的事，那是从来没有的。你看说的多好，是吧？好，最后几句话啊。
第8句就是21章的有一句话，其义不特，这个地方要读特，正是四国，正是四国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他的仪容没有邪恶，这个特是邪恶的意思，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。他没有邪恶，没有任何邪恶，那么就能够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。第9句，皆彼南山，为时炎炎，赫赫诗吟，鸣句而战。什么意思啊？阶比南山，阶比是高高的，一阶一阶嘛，阶阶高嘛，是吧？阶比南山就高高的终南山嘛。石崖谢峻直立，威仪显赫的尹大师啊，民众都注视着他，注视着他。你去翻翻尹大师是谁啊？我这里因为时间关系不讲了啊。第10句话，这句话在讲大学的时候，很多人不大理解，就是那个就范是谁，还有一个无人无以为报，亡人无以为报，人亲以为报，很多不理解，是吧？我是这么把它翻译的。这个囚犯呢是个名臣，被朝廷发生内乱啊，他是流放啊，所以叫做陪同晋文公啊流亡的名臣囚犯。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宝贝啊，没有什么最重要的，什么最重要啊？只是把亲属仁爱当作宝，把亲人把仁爱当作宝，这个意思啊。第11句啊，人之有疾，貌疾以恶之，这个地方要读恶，不能读恶，多音字嘛，这个地方要读恶，貌疾以恶之。人之也甚，也甚，用现代话就是德在兼备的人啊，贤人，有道德的人啊，有德在兼备的人，而为之必不通，而为之必不通。实际上你只把这个字，我们每一章解释了啊。用现在的话讲呀，如果别人有才能、有技术嘛，有技能嘛，有技能，就嫉妒和憎恨别人，别人德才兼备，就去设法阻止压制，使他不被重用，这样的人就是小人啊，没有修养的人。